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 AI 發聲，配有中文字幕。如果你哋對我哋嘅節目有乜嘢意見，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，等我哋可以有改進。當然唔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呢集係來自 BBC 嘅報導，震驚全英。早前喺碧仙圖 Bristol 發現行李箱撞屍案，兩具被肢解嘅男屍舊年喺碧仙圖被發現，而係一名來自哥倫比亞嘅男子莫斯基拉 Justin Mosquera。佢否認謀殺，但承認誤殺其中一名死者艾方素 Albert Alfonso。案件續審，庭上有證人爆料，自己年少時曾遭艾方素強姦同勒索。對方以偷拍性片威脅佢提供性服務，雙方後來更發展成有金錢交易嘅性關係。案件揭露，死者涉及多段複雜嘅性關係同操控行為。案件仍在審理中，詳細新聞內容。震驚全英嘅碧仙圖 Bristol 行李箱撞屍案續審，有新證供提到，一位被發現屍體裝喺行李箱入面嘅男子，原來曾經強姦同勒索一名青少年。呢宗行李箱撞屍案發生喺2024年7月，當時有兩具被肢解嘅屍體喺英國碧仙圖嘅克里夫頓吊橋 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 附近揾到，當時被收埋喺一個行李箱同一個大箱入面。死者係62歲嘅艾伯特艾方素同71歲嘅保羅朗和夫 Paul Longworth。兩人嘅屍體係由倫敦搬去碧仙圖嘅，而而家被控謀殺同肢解佢哋兩個嘅被告係35歲哥倫比亞人莫斯基拉。佢否認謀殺，但就承認誤殺咗艾方素。喺倫敦中央刑事法院 Sub Bailey 審訊期間，一位證人用假名詹士史密夫 James Smith 透過視像作供，話自己喺差唔多20年前，大概17、18歲嗰陣認識咗艾方素。佢話當時踢完欖球，跟艾方素返屋企飲嘢，點知第二朝醒嚟個頭好痛。之後艾方素竟然播出一段片，入面艾方素佢自己同史密夫發生緊性行為。史密夫話當時完全唔知發生咩事，嚇親，因為嗰陣佢仲未搞清楚自己性取向。成件事令佢好混亂好驚。佢話艾方素話只要佢願意幫啲性方面嘅主訴，條片就唔會流出。辯方律師湯姆列當 Tom Littlecase 問佢而家睇返覺唔覺得自己其實係俾人強姦咗？史密夫就答係。隨後列當又問佢覺唔覺得自己當時飲品可能俾人落咗嘢，同埋佢覺唔覺得自己係俾艾方素誘拐咗？史密夫嘅答案都話係。史密夫又透露艾方素對黑人支配者類型嘅性幻想有興趣，仲有主人與奴隸嘅性癖。法院上仲講到艾方素每次會俾大約150磅俾佢，而後期佢哋之間啲性行為就變得有共識。有時史密夫冇錢用，仲會主動揾對方。去到新冠疫情期間，佢話自己同艾方素熟咗，仲開始識朗和夫，一齊踩單車。有時佢哋都會俾錢幫下佢。之後佢就識咗莫斯基拉。佢話艾方素介紹莫斯基拉係個來自哥倫比亞嘅後生仔，當時住喺佢哋度，話喺伊靈學院 Ling College 讀書，啲生活費、學費都係艾方素俾嘅。史密夫問莫斯基拉係唔係同性戀，莫斯基拉答佢話淨係為咗錢而做。史密夫就笑住回應話自己都係。佢話案發前1個星期，佢哋3個曾經一齊發生過性行為。講到莫斯基拉同艾方素之間嘅關係，史密夫話睇落好好，佢哋一齊去倫敦玩，感覺幾開心，完全唔知係有仇。至於朗和夫，佢就形容佢真係連隻烏蠅都唔會打，做完啲嘢之後仲會坐低傾偈，唔似係會搞事嘅人。案件仍然審緊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